Hello， 大家好。本身想做正能量嘅一日，但係見到呢個樣點正能量啫？算啦，繼續厭世嘅一日。今日瞓到黃朝白晏 check 下 WhatsApp 有啲咩信息聽先。晨早流流搞啲咁嘅嘢啊！我已經戒咗上網嗌咖啡㗎啦，咪自己沖下咯。反正都係自己一個人飲啫，求求其其呢啲掛耳式嘅加啲熱水。哎呀 ，Life is good。多謝觀眾生日送呢隻杯俾我，其實我都唔知自己憑咩收觀眾禮物，我只不過一個連斟水都會倒瀉嘅女人，係咪以為我覺得出街好開心呢？今晚都係要返公司做嘢。我知道上一條台灣夜市片太多廣告，好多人都唔中意。你哋睇嘅感受就同我睇嘅感受一樣。唉，都係等我擺低咗個相機先再講啦。如果大家相信我嘅話，我已經角力咗好多，所以我嘅行銷政策已經大洗地。以前一直都冇好好去改善，或者以為自己冇能力去改善嘅嘢，為咗自己同觀眾同埋廣告商嘅效果都要努力做好。開呢個 YouTube channel 最後嘅宗旨就係想拍一啲自己想拍嘅嘢，又唔適合擺喺 FX 私底下嘅生活同埋揾錢。自拍啊，係嘛？係啊，青靚白淨，出嚟人見人愛。多謝。呢啲富二代係追我就嗱一聲報名啦。我唔要富二代啊！我要嘅係富二代阿媽俾1000萬我，叫我離開個富二代啊 ！OK， 有冇人同我一樣搭親咩車都一定要攬安全帶？交通意外要小心。同司機傾偈，佢全程都教我點樣篩選好男人同埋壞男人。我一問之下先知道，原來佢有個同我差唔多大嘅女，已經嫁咗去澳洲。佢話男人就最明白男人。突然之間大塞車啊！同 Anna 講聲遲到先，點解知佢同我講話？我條白色裙好似露咗條底褲出嚟啊！你快啲啦！佢係慘啲嘅，又會咁啱每個紅燈都要停一停嘅。請問點樣透底褲啊？都冇透。一嚿嘢出嚟。冇錯，加埋呢個髮型。你係日本女人？你係日本女人？假杯係咁樣着，好多。我同 Anna 3月26號要做姊妹，今日係嚟攞姊妹裙，希望啱身啦。如果唔係又要再改再攞。今次係我最中意嘅綠色啊！佢揀咗紗咯，我中意紗多啲喎，緞面好顯肥嘅，影相反光會仲肥。我要減到自己做緞面身形咯，結婚嘅時候。哇！你要中意緞面啊？我覺得緞面好高級咯。等陣先，你話你要減到自己結婚可以着緞面，就代表你有機會結婚。嚇！我好想結婚嘅。好想。好睇，好有氣質啊！你盤頭啊嗰日要太大件啦，好似着咗阿媽件衫咁。我哋兩粒青豆，我咪西北射手咁拉緊拉。果然得我一個要改條裙。新公司又搬翻去工廠大廈啦，熟悉嘅工廠大廈。嗰陣係元朗，原來嗰棟屋業主嘅仔女全部都係我哋嘅 fans 啊！跟住仲話：哎呀，早知係咁就平啲俾我哋，但我哋已經退咗租。望咩啊？未見過人哋自戀啊！大家好，英英公主 is back， 英英 in the house，make some noise。I say 英英，you say 英，You guys doing very good job。而家英英 in the house 啊！唔係 in the house 喎 ，in the house 喎，即係翻到嚟冇晒營養管理劈音，唔緊要啦，你哋 OK 噶嘛？謝謝啊！今日翻嚟咧係改香港系列嘅，你哋咧睇到呢條片嗰陣，應該香港系列出咗噶啦。如果仲未睇呢條片嘅話，講乜 Q 嘢可愛啊！我而家真係要懷念爺爺啊！我啱啱自己睇一次自己剪嘅香港系列，真係忍唔住喊咗。如果香港可以變得慢啲就好啦。豈能及魚燈在悲播？請發表一下你睇完香港系列嘅感想。呢支班真㗎？好勁，睇到眼濕濕，爭啲喊。你真係有啊？真定假？喊到撲街！屌你啊！喊到撲街真係。我好似食咗10個哈密咁，好感動。豈能及魚燈在悲播？真係哭了，哭撚咗。好餓，嗌有 pizza， 個芝士係 nice 㗎。食完未啊？喊完未啊？做嘢啦！而家係11點32分，
聽日叫熊仔頭翻嚟幫我教埋啲聲咧，就完成。好攰啊！第二日着咗雪瑤送俾我嘅新衫，諗住去整指甲，同埋今日約咗一個好重要嘅人食飯。完全着唔夠衫啊，小姐仲想出門口，真係凍死人啊！同埋琴日明明仲好太陽，今日就落雨啦。好 sweet！ 我到啦，我去咗呢一間 gel 甲，應該都有差唔多1年啦。佢成日都會沖定啲水果茶、唔同味嘅茶，跟住又會擺定啲糖喺隔離，仲要每一次都唔一樣嘅。好得意啊！多謝，哇，好 Q 啊呢個，好 Q 啊！我嘅指甲狀況，我由5歲開始啲指甲已經好醜樣嘅啦，成日都會反嚟反去，好軟賴賴咁樣，所以一定要整 gel 甲。我好想試下有健康嘅指甲，咁我就唔使再整 gel 甲啦。而家就搭地鐵去九龍城同肥豪食飯。啱啱嗰一句冇一隻字係真話嚟。其實我喺旺角同我細佬食飯。就係咁無聊，咁都要呃你哋。今日出咗去成日，但係天氣好差，又喺室內嘅地方，完全冇進行過任何光合作用。細佬係 INTJ， 又破產。好上癮啊！好中意打麻雀。為咗呢個遊戲，我簡直冇晒尊嚴。破咗產冇錢打就開多個 account， 於是開咗3個 account， 甚至乎為咗攞多1000蚊打麻雀，我可以睇重複又重複嘅廣告。不過又咁講，我都算係預防緊老人痴呆，同埋手指都有做緊運動。所以我而家係每一晚都喺度預防疾病同埋做運動。玩埋呢鋪去剪片，真 true。佢飛贏咗，輸咗破產，即刻剪片。好嘢，俾人剪喎，去剪片，輸晒。Tell me dear,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?